是什么人？你为什么要绑架我？你放心，我对你不感兴趣，所以你肯定死不了。我只是对你老公顾西城特感兴趣。你要利用我干什么？你什么都不需要干，在这段时间里呢，你只需要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就行了。当然，在这段时间里，如果你要是企图想逃走，我肯定不会对你做什么，但是我保证不了我旁边的人对你做什么。你想利用我威胁顾西城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根本就不是贺锦熙。你想凶我，你想用我来威胁顾西城，根本就不可能，他根本就不会上当的。我当然知道你不是贺锦熙，我也不需要顾西城做什么，他只需要接受结果就行。知道结果是什么吗，苏妍希？你混蛋，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不会得逞的！你放开我！一定要把他照顾好啊！没有我的允许，他的任何条件都不允许答应。知道了。你混蛋，放开我！你的阴谋诡计不会得逞的，顾西城不会相信你的，你放开我！怎么样啊？不吃不喝，不吵不闹。苏妍希，不能这样对自己啊！啊！我死也不会让你用我去威胁顾西城的。你不能死啊！你怎么能死呢？这个时候你可不能死。来，喝点水。哎，乖。那我就让你生不如死。他交给你们了，只要变成死，怎么着都可以。再见，顾西城，把我忘了吧，爱我不值得，请你不要找我，这是我唯一的请求，对不起。西城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那个贺振东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？还是锦溪那儿有问题？奶奶，您就别多想了，这件事跟锦溪没有关系，我就是单纯的看这个贺振东不顺眼。我家里最近出了一些事情，需要一笔钱。可是要钱啊？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，多少钱？跟我说，我给你。100万。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骗了你，伤害了你，你会怎么办呢？
您还是少喝点吧。别过啊！你让我调查的事就有眉目了。上次在摄像头里发现的那个女人，给我闭嘴！滚出去！的好。忘掉。苏妍希，我也让你尝尝没有人爱的滋味。